我站！别动，我站，口罩摘了。穿成这样就吸引暴露狂，哎，要不我们去帮帮忙吧？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女生出马比较好。那李曼妮看见我怎么办啊？你是英雄，李曼妮也会更喜欢你的啊！别乱动，英雄。来，哎，好嘞，这个站起来，这个真可以。快快来，再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肯定不发的，放心好了。来对比一下两道。来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不转了，不是把鞋给换上了。哎，我不换啊，不换，你不换，哎呀，肯定不换呀，肯定不换。哎呀，老娘换一下，你别动，别哎，来的正好，快快快！哎，你别跑，别跑，别跑！大姑娘亲爱，你看看吧。谁呀？快快让看一下，看一下，你猜猜，试一下，配合一下。看看我看。来让看一下，来来来，哎，给画个妆，看一下，哎，这胡子拉碴的，这换不了呀。还有胡结，但是这个这难度太大了。想办法，想办法。给方俊试一下。哎，他试一下，他试。王志远可以啊！别，我小心。好了，听我说一句吧。我是不看这。我觉得这男扮女装肯定不行，这哪能骗得了暴露狂呀？是啊，那现在怎么办呀？我去当诱饵，引出暴露狂。你坐下吧，你想是什么呢？从现在来看，暴露狂应该只喜欢长头发的女生。男扮女装从远看还可以，近看的话太容易露馅了，吸引不了暴露狂的。还是我去吧。不行，孙静，暴露狂在你面前已经出现过一次了，再出来的可能性真的微乎其微。要不，还是我去吧，毕竟出了什么事儿我也能应付。现在最合适的人选是我，薛言，你在学校名气这么大，暴露狂肯定下不了手了，倒不如像我这样小透明，才能把暴露狂吸引过来。这件事情不管谁去都挺危险的。班长，你就让我去吧，我已经决定好了。哎，不行，我们再想个别的办法。不行，对。班长，我现在是最合适的人选，你就让我去吧。哎，你就让他去吧，你。你确定你可以吗？我确定我可以的。要是咱保护他不就得了吗？那行吧，那要不试一下吧。佩佩，你放心，到时候我们几个肯定会好好保护你的。你这次约我，是为了暴露狂的事吧？对。你放心吧，我们都部署好了，这一次肯定能抓到他。你误会了，我只想问到时候他的安全。你说的是小裴？嗯。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保护他的安全。我要的不是尽全力。真的不害怕，但是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怕。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抓着那个暴露狂啊！嗯，对。哎，哥几个，咱这次一定齐心协力把那个抓着。哎，怎么了？我把这么多次女生受暴露狂跟踪的地点和时间做了一个比对，你看，其实这个暴露狂的活动范围有很多重复的点。回去我建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呢把这些点统计出来，做一个区域，
咱们就在那区域进行蹲守，一定能抓到人。可以。好啊，那咱们就弄个巡逻队，分成行动吧，轮流站岗。好吧，行吧。啊，行，那咱们走吧。快点，快点！那就麻烦你把小裴送回宿舍吧。没问题。 13.852，62801，7043110，怎么样了？啊，先别着急，我的了。这，等等，找到了。哦，就在这片区域。 吓我一跳！师兄，你怎么在这里？你们这样能抓着人吗？还有什么办法？你们这么蹲点，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呀，是吧？你们想，他这样做，应该是早就有目标的，对吧？师兄，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换个没被骚扰过的人，继续跑诱饵。 那我就跟张天宇一组，咱们不要离特别远。哎，大家好。你刘海乱了。都准备好了。你们都别太关心，可以了，可以了。对啊，小胡到时候会一块过来的。 He expects that each of them had faced the same adversity, boiling water, but each reacted differently. Which are you? He asked his daughter. When adversity knocks on your door, how do you respond? Are you a carrot, an egg, or a coffin? He explained that each of them had faced the same adversity, boiling water, but each reacted differently. 不用这么紧张，没事的啊。可是微微在替我承担危险，不能让她出事。你看，这里还有我们。如果刘微微有什么危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保护她，对吧？放松点，深呼吸啊。 He expects that each of them had faced the same adversity, boiling water, but each reacted differently. Which are you? He asked his daughter. When adversity knocks on your door. 我说天都快黑了，什么时候走啊？哎，别着急，你再等等吧。 Are you a carrot, an egg, or a coffin? He explained that each of them. 怎么？没事没事，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回去吧。啊。同学们，时间不早了，暴露狂今天应该不会出现了，我们赶紧回去吧。哎哎，等等，有人来了。 身体小心！什么？我们看。
口罩给我站！别动，往这站！口罩摘了。孔比多教授，孔比多，没事吧？师兄，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吧？快来帮忙啊！师兄，师兄，没事吧？师兄。哎，班长，他怎么样了？医生正在检查，小裴在里面陪着他呢。那就好。那个孔比多真是个变态狂啊！得亏了他还是个教授。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教授，他就是个无业游民。自己在家里看了几本书，就把自己当成了教授。他智商还挺高的，直到最近我们才抓他。难怪一直抓不到他。其实他还挺可怜的，他知道这么做不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具体做了多少次，连他自己都记不得了。他是不是还追过小裴？哎，对，就是因为小裴拒绝了他，所以才攻击了小裴。这个孔比多，你醒啦？今天谢谢你。什么？